唐公宝卷出于汉朝灵帝之时，系湖广襄阳府襄阳县人士，姓唐名玉，字道玄，一生好善，食斋马户，买路放生，只生一男一女，长子曰唐丹，次女曰林昭小姐，一家4人，各有善心，慈悲喜舍，真个事。唐公积善心最良，斋僧布施及放生，每日广行方便事，中朝念佛并烧香，阖家信善广积德，修桥砌路造眼堂，不爱繁华虚假事，不爱势力及猖狂，常积6道轮回苦，不贪口腹生名伤。这般诚心真善派，为人难得这天良。家为平民字罗汉，不说唐氏全家修善，却说彼国有500罗汉，斯亦因果渺茫，究竟如何？同往北海洛桥山下观看异地情形。500中，其来到过桥山中，观音桥，地狱谷，赏罚分明，人死后，一灵魂，因桥而进，应向界，有山官，挂号点名，有判官，知不比，善恶俱定，善恶不超一过，毫发不违，行善者虽贫穷，眼睛清净，万寿星，自座位，喜笑相迎。若作恶，虽富贵，阎王恼恨，受刑罚，也无论。王侯公卿，天堂乐，地狱苦，2条路径，善与恶，乐与苦，自作自成。因观者，十殿王，地狱行径，大法度，中百百，实在害人。有孝顺，而和女，实在修行，超9玄。